爸爸昨天晚上说那样的话，可能就是想要一个完美的、毫无缺点、成绩第一的孩子。你想，既然他们曾经跟R1公司合作过，也可能造一个陈浩轩出来。那份001文件上面写着，001和人类不能有太大差别，但陈浩轩就像早年的 AI 机器人一样，破绽太严重，甚至连人类的喜怒哀乐都不知道。他说过谎啊，你忘了？他说他自己是人类。长安，我觉得我们要不要再找找比他嫌疑更大的人？要是找错人了，就不好了吧？张律群挚友就算了，连你也挚友，没关系。本来打一开始，我就准备自己找。长安，长安。随玉不来了。虽然陈浩轩已经代表我们学校去参加奥林匹克数学竞赛，我也是。是吗？我虽然喜欢做数学题，但我也不想参加比赛。啊，对，我也不是。你整天在班里拽得258万的，跟着夏长安和石玉在班里跟我作对，看你每天多阔气啊！让你补偿点精神损失费，不困难吧？我这还有一整帮兄弟的精神都遭受了损失，你是不是也应该照顾一下？没想到陈大哥你还挺有义气，这么照顾你兄弟，自家兄弟养不起，跑这儿来跟人乞讨。你是挺丢人的。你说什么？石玉，你敢弄我？石玉，谢谢你啊。对不起啊，上次是我说话太重了，我们和好吧。你怎么会这么没用啊？对，你为什么还站在那里让他们打？你不要摇头，你说，为什么？因为比较划算。什么意思啊？他们各揍我一拳，我得揍他们1人1拳，这样1回合下来有4拳，大概要8回合才会停，8回合下来有32拳，每拳疼在我身上。如果只挨揍的话，以他们的能耐，只能打10回合，10回合也就是20拳，这样比较划算一点。你连这个也算，所以你听到随玉也没见他跑那么快过。